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带大家来看画展，而且是日本的加彩画。但是事实上，加彩画甲咱过去传统的水墨画是有真大的关系。今仔日这个画展的大师姚旭丁，伊在日本奋斗44冬，北港人啊，是安怎会去到日本来画着加彩画，而且受到日本人的肯定，变作国际性的大师。伊的故事甲台湾、甲日本的友好的关系，还佫有真深的故事。今仔日来看加彩画。你甲咱讲吼，这把叫做喜业。头一个问题啦，就是讲你咧作画的时阵是先有标题，还是先有这个主题，再来想，倒一个是开始？你一开始你头讲比如我这张画是要甲画足欢喜的代志，所以你要画通水的鸟啊，一只去是甲写生起来。然后甲个布局，感觉哇，大家拢足欢喜，再个画这个背景，亲像这个叶啊，看起来一般人看叶啊是无啥物，但是我叶啊甲画个甜满满，敢若足气势磅礴的，像鸟啊，伊咧飞，所以你甲看叶啊嘛会感觉有咧震动，有咧震动，你看起来吼轻，噗，敢若有风，是，而且这个风哦，毋是大风，微啊风互迄鸟啊吼，是鼓咧鼓的迄个感觉，迄种感觉。所以吼，这就是加彩画吼，内面我感觉真神奇，因为我以前有遇过，我知影这画甲安尼吼，是真困难，迄一点哦，还佫轻，这安怎体会？若是，譬如讲，你敢有教学生？我就为透早到探拢咧阅笔啦。对啊，无时间好教学生，可能也感觉学生教袂起来吼。你甲电视观众朋友哦，你甲讲，这物件吼，安怎爱安尼掌握中？尤其水、甲加，甲这个颜料这三项，深、甲浅，要安怎掌握？你有一个真简单的这个原则无？第一爱做些的经验，所以你画笔一定爱画笔稳颜料一定爱足准的，你落笔原来爱头壳来一定爱想好足准的，想好爱足准的稳颜料笔就甲，比如讲你要画较大的物件，较细是1秒钟也是10秒钟，头壳来拢爱随在，拢爱做非常紧的。按这把度开画起来，对啊，就是这简单。我想讲，尤其你拢炒中型、中号甲大号的，迄足麻烦，迄一画就袂当停落来。是，所以有当时一画吼，我捌拢无食物件，有到透早4点到下晡到3、4点，拢无食物件。但是有小可啉淡薄仔物件啦，因为有当时足忝的，若像我逐工若画了吼，迄真是规身躯拢爱用喘，对，稀咧咧，好，那手指包你才画偌久？遮大号？因为我的速度足紧的吼，坦白讲啦，若要互日本的打我遮来画，我看伊爱舞到1年，但是我落笔实在足紧的啦，一工拢画遐久，所以若要照常讲起来，差不多20几工。20几工？20几工？20几工是，但是我足紧啊呢。我落笔足紧的，这拢画6张的，所以每一张每一笔拢袂当失败的。
然后比如讲这叶啊，外围迄种吼，拢袂当死去。你若三角的、四角的，即摆都拢死去。花去啊，死去啊，所以每一笔拢爱有变化，然后一叶佮参所有的叶布局的关系。然后每一叶拢爱无共安尼。我看下吼，比如讲这向前向后，这高改，佫爱呢浮浮飘飘，这真歹讲啊。佫爱有迄个空气的感觉，这我感觉加菜要掌握这种空气的感觉，是上困。对，所以落笔一定要很轻。比如这内面有一点点的白，迄唔是颜料，迄个是甲流起来，迄流起来。然后你甲先这爱画6点，每一点有法度甲流甲准的，用毛笔，所以爱迄手爱该轻就轻，该重就重，就是安尼。伊敢若 AI 有电脑就去输入面，无哪有法度。所以这是要头壳啊，含手一定要配合，就每一点拢袂当失败安尼。有咧画图的人就知影讲吼，这其实要落笔真正有困难，尤其迄深浅，虽然看起来拢毋是迄个透视，这样西洋画内面透视，但是这种画吼，每一个拢清楚，每一个拢无会感觉这上歹掠。是，所以画图最主要一摆都爱有，咱定讲爱有真好的意境。意境意境，所以意境都爱看画家本身迄种感觉含迄种灵魂的感觉。哇，这把叫做喜悦。另外，咱来看一把，这鸳鸯水鸭。这个性是对鸳鸯水鸭这四字来的，还是你写好南方第一美？南方第一美，这安怎来想的？讲这我当年看的，才看到水鸭的，唱一水来，水来，唱一水来吼，佫来这听你其他的朋友甲咱讲吼，讲你少年时阵去故宫内面吼，故宫的迄个古早图，拢去互你安尼看起来临摹起来，所以你这构图内面吼，敢有过去的影响伫的？当然一定要有的，因为我读国中、高中只有来拜6礼拜，规工拢伫故宫，拢甲临摹起来，规工的。对，哇！所以咱来看吼，一寡图吼，有迄个古早画迄个感觉，水墨的感觉，但是敢若迄个法文咧讲地下富，似曾相识，但是佫毋是。这个过程是安怎转化？你家己安怎家己讲？对水墨转来到加菜，因为比如讲，伫咱台湾所看，敢若当看到水墨，但是水墨有水墨的水，加菜有加菜的特色，所以我一开始就有水墨基本的差不多拢有掌握，然后佮配合，所以有水墨的底吼，要画因日本的加菜，所以日本的画家因为伊无水墨的基础，所以会感觉会拢无同。所以日本的评论家拢嘛看到我的图，你的图比日本图佮较日本图，所以有一寡水墨的基础，日本人伊就较无掌握。啦，伊一开始就画加菜啦，所以这个水墨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吼，你甲咱看这内面吼，佫有用哦，点的做布局吼，这看起来敢若印象派吼，迄点描安尼点，这我家己想的啦，唔知对啊唔对啦，对嘛吼，对，因为这原来是伊伫水内面嘛吼，所以你
规白的，一定爱敢若规白，敢若咧叮当，水咧叮当。因你看伊的骹，敢若咧滴水啊。啊，所以水一定爱咧叮当的。但是我看吼，咱即只伊咧看因吼，文风不动安尼，真优雅，啊挺挺安尼。即我感觉，我即拍个我感觉真趣味。是啊。吼，有即种动态，动甲静，啊互相的即个感觉安尼。所以，互伊大自然即种一般的野鸟会当含禽类会当斗阵讲话，斗阵耍，所以安尼较会和平和谐的感觉，和谐啦。哦，和谐的感觉。好，咱来看第三拍。其实一般人吼对姚大师吼理解拢对这个丹顶来，真侪人讲哦，若是要画丹顶第一名，应该吼，若是姚老师讲伊第二，无人敢第一啦。你甲咱讲，你画这个丹顶哦，跟日本人画丹顶有啥物无共？因为我咧看丹顶，我一定咧看伊瞬间，敢若咧跳舞的时阵，所以我咧素描吼，拢几秒钟吼，就我甲把伊的形体甲画出来，非常紧，几秒吼，伊咧实咧填出来，啊，我就甲写先起来，啊，再个慢慢啊处理较优的所在。哦，所以非常紧的。所以哦，观众朋友咱请来看吼，连老师也在签名哦，就敢若咧跳舞共款。旭顶哦，你有看？感觉看起来敢若丹顶咧跳舞那种感觉。好，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吼，我感觉上趣味的是这个背景的安排。这个背景的安排吼，敢若看起来不是写实的，但是事实上又有这个大势、落势的这个感觉。哦啊，尤其我家己的想啦，唔知对啊。敢若迄个浮世绘后面的迄个背景，迄种普通的感觉。你这个构想，你家己回想，你安怎来形成的？因为我咧画这把号，拢甲画起来时，迄当时我就是讲背景吼，一定要画一寡较会当叮当的活人看起来，敢若真气势，真足。啊，所以我就画普浪，咧叮当，配合这个河吼，原来咧叮当，所以规张看起来较会动起来。所以吼，老师你感觉真趣味哦，你看起来拢敢若咧画单一的这静物，哦，这图，但是呢，因为西洋拢透过光影，来表达这个动态，但是你是透过线条清浅来安排这个动态吼，尤其看这个眼神，我感觉上厉害的。你们看，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吼，这个眼神吼，你点眼吼，这个物件，我是感觉这真趣味啊。是，你注意下看老师每一幅图，每一个物体内面拢一个眼神的。这个眼神咱那去抓，这四只的眼神，点白的所在拢无共款。是，因为你画不管画动物，野鸟第一重要就是伊的目睭，过来就是伊的喙，过来就是伊的骹了，这三项了，伊都有力。啊，这只要我个人画图，第一我爱有画思想的画，思想是非常重要。虽然我甲写生起来，但是我爱甲画伊有生命，所以我会甲变化。这看下吼，咱这叫做丹顶天祥啦，吼，真和谐啊，真吉祥的这个感觉吼。这帮真大幅呢，这帮我看画了真酷。这帮因为画的嘛是速度足紧的咧。啊个这吼，大家有看到无？这个吼黄的，小可带黄，吼，啊有的较白。这吼，若有较有迄个焦虑吼，因为我有咧这个赏鸟吼，香蕉。那较黄的吼，可能是较少年款的，较黄的。啊，无就是吼，开始咧翻新，
吼，为了发情啊，吼，你找查某朋友，找查某朋友、查甫朋友诶，这阿姑人真趣味啦。我感觉我唔知影别人看有啊无，但我看老师哦，真内行开哦。啊，你嘛是非常人，就是安尼啦。你也是厉害，就是安尼哦。哦，叫我要着啊。啊，咱来看这个。哦，这个名出了真趣味哦。叫香仙。这是安怎出这个名？香仙就是你动物参，遮尔啊歹，遮尔啊大只，你啊参足细项的、足力的，爱斗阵，大家较，我对你好，优先，你若对我先，我就对你先，安尼大家较有法度斗阵生啊，足欢喜的。啊，这我真爱这巴度，我家己感觉哦，这真天真。吼，真天真，真 innocence，吼啊，真纯真啦，应该安尼讲。啊，而且哦，这个有小可亲像阮细汉时阵咧画吼，写意啊，写这个意念，吼，这放弃写实，但是在写实无写实的中间吼，又搁有写实的这个人性伫，吼，我看这吼，因为咱知影这狗啊，这狗吼，伊的手吼，其实是无亲像咱人会当安尼，伊是安尼，是对，吼，这老师你我相信，我看到这图，我就想到张大千啦，我想讲老师一定是常常看伊的图，看甲滚瓜烂熟啊。这当初是你咧描写的时阵，你感觉你的水墨的影响吼，是受到什么人的影响，还是讲你拢？逐项你都看，我差不多水墨全部拢看，拢甲放甲头壳内，所以只要放，逐项拢爱看，然后较变成家己的物件，所有你咧看，比如不管为虾米款的动物，你甲写成起来。最主要爱有家己的思想，变做家己的，爱有思想，再甲画出来。并毋是讲看了伊甲画甲足真的，并毋是爱有家己的思想安尼。我感觉这上困难，因为我有画过，这画甲敢若粉彩的感觉吼，夭寿哦。这画几层的？嘛是爱6层。爱6点。老师，你敢有用这个金片，还是爱银片伫内面？拢无，你拢无嘛？我所画一定毛笔、颜料，干那安尼俩用无个补这用机械的方法，我一定无的。哦，足纯粹的咧。对，因为艺术品吼，照讲就是毛笔、颜料，你要用金片啊，或者看什么喷的安怎，技巧大家拢知影足多，但是迄技巧干那我想是拢一时性的，所以这个文化，所以还是爱用毛笔，因为毛笔用较法度表现伊的细腻，较会长。我感觉这爱表现甲安尼，敢若粉彩的感觉。你个我用我看，唔捌的人看呀，敢若用蜡笔的。有一种这个。你来看，我画第一定这门是用水墨的呢，我即摆看起水墨拢看无，目睭什这种线条，这种水墨呢，第一定的水墨。我若画第一定的水墨，一般人看起这幅图已经完成啊，但是你个看水墨拢看无。完全看无，但是你无水墨，你这幅图都袂知啊。袂大，你知影？敢若咧起厝咧，你无第一层，敢若看到表面咧，迄个水墨的感觉吼，你甲观众朋友说解说，我嘛未通解说，我知影老师你咧讲啥。迄水墨的感觉爱拍底，底，迄个底吼，你。这真歹讲的，我唔知要安怎讲，就是讲你若无这个水墨吼，这内面
迄门走袂出来，走袂出来。嘿，啊，搁即个线条嘛爱有力，所以第一定爱有水啦。而且嘛袂当伤窄的，迄线袂当伤窄。是啊，是，是线伤窄吼，啊，就拉面啊，都无空气的感觉。对。真正这门我甲画5-6点，这门这白，迄拢留起来呢。迄老白的呢？嘿，我规只狗拢无用白色的。有听到无？好，规只狗拢无用白色的，你看有白色的。哦，这就是低卡所在啊。哦，来，咱来看第5幕，老师，这幕吼叫富贵开花。哦，有野鸟甲牡丹。这画牡丹哦，嘛是一绝的。哦，这安尼飘飘软软吼，啊，佫有这红叶。哦，有的是拄啊向上。向上色较，较浅，是向下色较深，是，啊会向这边，所以我的理解是讲，虽然咱看这家彩画无这个西方的透视，这个光影，但是每一个物体顶头拢有家己独立的这个透视感。是，尤其我上爱这个白，这个白。老师来讲，这白安尼，这凹起来，这个感觉，啊，就有一个角度是向正，甲这个向正，是每一个拢有这个动态的，安怎安排这个布？比如这把我要画作者的牡丹，我就爱先画最主要的主角，主角一定爱画通大蕊的，我这两蕊先甲画起来，因为出来所以爱较谦虚的，定了。较谦虚啊。有啊。因为你水嘛，佮大嘛，所以一定爱头甲顶有啊。哦，伊就是安尼顶落去，有啊，顶落去。因为伊通水的，啊佮通大的，所以爱较谦虚的，就是先甲画互伊水。最主要先画主要的，然后再过来画较。其他的这个衬托，来甲配起来安尼，先爱画，所以一般都一定爱画伊的生命先甲画出来。主题性爱先点出来。啊，这我感觉上厉害这这叶啊伫遮，但是唔是叶啊的所在。这嘛有深浅的，是啊，有啊。咱头看到吼，一寡画空间的时候，你有用点的，有会用线条，啊这是安怎来画出来的这个感觉？用手落去煮吗？还是怎？无，这也是用毛笔，爱用稳爱足紧啊，下笔嘛爱真紧啊。为了要画有空气的感觉，所以爱先画迄种另外。紫色的，先你甲补落去，先爱按落去啊，真紧啊，然后这个最主要迄个一定爱速度紧，等于有迄个落笔爱真决的吼，落笔爱紧爱阁有，敢若有看到后壁的背景，阁空气。所以迄个声吼，一定爱有咧震动的感觉。我刚看到这安尼，我会当想啦吼，老师咧录的时阵是，比如我拢全部拢画好，再搁画笔用毛笔，是一笔一笔拢甲画出来。所以我这拢一定爱准的教啊。所以等于这个背景吼，每一笔拢袂当甲。去打掉，打掉，规张安尼遮尔大，所以吼你落笔就无法度休困，就是安尼来。对啊，这看就无简单的，你若小可理解，你就知影讲要画甲遮大号吼，是真歹处理的。尤其家彩同困难就是背景，你背景爱处理好700度开画才跳出来。是
这富贵开花，这北道吼，但这120号，120号通常我所知吼，姚大叔这种120号拢是5字头的啦，拢5字头的啦。吼，虽然咱是公共电视哦，但是我来甲你讲吼，这个画菜吼，有老师你即马吼，拢是家己先画，还是有人甲你订？一般我拢家己，我同学是我靠我的思想，因为我爱家己创作，作一人要甲我订，我也无一定会画啦，所以我先创作起来，安尼吼较会直关系安尼。是，我知影吼，前几日吼，咱伫台湾一个日本记者先生啦吼。石坂民夫啦吼，伊甲你讲，你既然甲这安倍首相吼，日本的这个前首相甲李登辉先生，拢真熟悉，不如来甲创作，这是什么代志？无，就迄天斗阵，伊就咧想讲吼，因李总统和安倍，伊拢知我较早拢参我也是斗阵了真好。这个人就是同爱民主、同爱和平的，尤其拢对台湾、日本，所以因这两个在天上拿咧干杯，会当守护台湾的和平，台湾参日本的和平，在天上爱保护台湾参日本和平，所以爱伫天堂，来崇拜，佫爱守护台湾、日本的和平。哇，真期待了，真期待哦。吼44年前，拄仔我咧开画展，国务大臣，伊拄仔去看到我的画展，伊就将我的作品拢全部买落来，甲希望我去日本留学，是安尼开始啦。所有因日本的画家，我拢一个一个去甲研究出来。安那差不多去日本6、7年。较有法度，敢若家己的作风出来啊。目前即马日本人同爱就是咱台湾，所以即马拢敢若家己人同款啊。大叔吼，其实吼，我对大叔的注意吼，差不多20几年前，我就开始，因为我本身有咧画图，所以淡薄仔了解吼。你先甲咱讲吼，你是安怎行入这个加彩画的这个路途？虽然咱台大有小可讲嘅吼，我知影讲你差不多19岁时阵就因为这个画展吼受到注目，台大有讲吼。但是踏入这个加彩画，又佫是啥物过程？因为初我到日本，有一寡真爱互我爱我的作品的人，伊就甲我讲吼，你要互日本人会当接受。甚至会甲你尊重，一定要参与行同款的线，或者加彩画，安尼日本人较有法度甲你尊重。所以一开始我逐工都拢咧想，安怎画加彩画，所有因日本的画家，我拢一个一个去甲研究出来。安那差不多去日本6、7年，较有法度，敢若家己的作风出来。这嘛是一番奋斗呢吼。所以这6、7年我已经有研究日本加彩画有几啊摆的，逐工去甲研究。因为咱所在吼，其实日本的加彩画吼，伊的源头嘛是水墨的这个用这个矿物的这个彩画吼，的这个源头本出来吼。但是真趣味的就是，老师你伫台湾的时阵嘛是为水墨。且佫去加彩落去吼，加彩画伫台湾的经营吼，会发展嘛真趣味。差不多1960、70的时阵吼，一度甲即个水墨吼分家，我毋知要叫啥画，才号做加彩画。即个分化吼，伫即个台中的即个东海大学，嘛有一枚吼林志祖先生吼，伊也有咧画。你感觉你甲台湾这个加彩画所不同的所在，
在哪里？因为我生活拢伫日本，所以我的家菜特色一定要先互日本人认同。所以我所接触的完全就是日本的家菜特色。这是头一个吼。第二个就是讲，老师你迄阵时吼19岁，吼啊，咱个知影讲你是北港出身的，北港姓姚的吼，我所在是吴条里，对，吴条里的人，唔是姓姚的，姓苏的啦，对，吼，这是大家族的，是，咱厝里吼，咱咧料想讲，姚老师是毋是厝的吼？有当吼放互你画图吼，啊，厝里下滴过才放互你画图，敢是安尼？我感觉主任你对我真了解，嫌我尔细的代志你也知，你嘛知喺北港大人拢嘛咧种田。我咧，因为我做囡仔的时阵，虾米哦，这画图无人咧讲嘛无接触，无熟。尤其我细汉的时阵，若规工咧读这画图，还落去互老爸骂咧，所以咱厝的嘛是咧做事，对，应该恁做事吼。所以安怎开始会接触这画图呢？因为他们我前三四岁，就敢若就爱做爱看了水的我就举迄个手机，啊看了鸡鸭安尼行，啊我就画伫涂骹，那个画咧，啊画了，啊咧画第二只，佮往手甲创个平平的，啊佮画另外一只，迄当时是安尼开始的。哇！所以学校内面，你也有去参加比赛，有这个机会吗？为国中开始，都有这种比赛，所以就是安尼开始，因为比赛拢定定会得奖。所以老师有看到你有这个天才。你甲咱讲是安怎有这个19岁去参加这个画展啊得奖，这个机缘是啥物？你知影19岁等于高中拄啊好毕业的啊。其实我高中这几年拢，那几乎暗时拢咧画图尔嘛。啊，到差不多画有够侪一寡长辈看了我的图，哪会遮尔好着，就甲我推荐去国立博物馆去展览，是安尼开始的。安尼开始。互大家看到。是安怎？已经19岁。有这个机会，过去日本去读册。那既然讲厝的是做事人，那无一定有这个财力，有通去日本读册啊？是什么机缘？迄种44年前，拄我咧开画展，拄好对台湾一位足友好的政治家，迄当时咧做国务大臣，伊拄好去看了我的画展，伊就将我的作品拢全部买落来，甲希望我去日本留学，是安尼开始来。所以伊甲你送去日本去读册。是，照你讲，若是这个因缘去日本读册，应该是读美术系啊，哪会去读到政治系呢？因为带我去，伊本身就是政治家，伊讲你都已经画甲已经差不多参教授的，拢迄种水准啊，所以自然我就去读其他的政治系。免人教的意思啦，免人教的意思啦。所以伫大学的时阵，虽然你读政治系，但是就开始创作这条路。我咧读册嘛是规工拢咧画图啊，规工拢咧画图，开始来摸这个家菜画这条路。是，所以初开始，你安怎体悟吼，才体会讲水墨甲家菜这个中间相通之处。因为水墨伊的线条也好啊，水墨是咱台湾一定若要做一个
艺术家。一定要画水墨，所以水墨有真深的意境出来，所以水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迄体会，头拄老师也淡薄仔讲着吼，是讲这个教一定要有这水墨的底，吼，才知影。但是我知影讲加彩绘吼，其实在日本人吼后来在战后开始吼，伫东京这个美术大学吼，因就开始发展而且颜料啦、青花奖啦安怎吼，你会体会讲，人日本人对这个美术的这个态度，你有对内面处着什么精神？你感觉日本人对着这个画，对着美术，对着美这项代志，这精神是啥？你啊知因日本因做代志吼，你啊，伊直直发，因认为文化一个国家通重啊，所以因就派专门人做纸的做纸，做笔的做纸，颜料的颜料，安尼去研究油画，西方的油画东方的水墨，因去研究纸、颜料、笔，甲叫所有的同好的画家，安尼个创作因家己的家彩出来，因是各方面安尼配起来，真研究的精神。这加彩绘其实一度在台湾其实是真兴盛。是。迄阵是有所谓的这台电三小，桂雪湖、谭进、林志传，后来在战后有淡薄仔发展，但是呢，因为迄阵是中国派的，在遮对着这个画展本来叫做国画一、国画二，所以分出来，变做加彩，才会出名这个加彩。所以，我想要来请教老师你认为加彩画，甲西洋画，上无共款的所在，你家己体会啊？虽然你无一定，你这个画着这个西洋画，但是这个加彩画甲西洋画上大的不同在哪里？我感觉加彩第一应较注重思想方面的，我认为。油画敢若较注重技巧、技巧，同简单一句话运动是安尼讲，内面画法当然是所有的人大家拢无共，所以我认为一摆艺术品也是爱有思想，爱有生命，精神意志。所以咱看老师每一幅图，拢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就真，敢若咱过去咧讲的吼，以这个音乐来讲古早的音乐是无标题的，对了，在这个古典时代开始有标题的音乐，就注重这个思想意志。老师的话每一把有这个标题的音乐，对内面会当来找找，这内面要传播讲，这是咧欢喜，这和谐，这爱甲和平。然后才发展出内面的这个技巧。是。我唔知我讲的对唔对啊？老师会当讲。我感觉主持人你真有学问，你所讲的，就是即马画界，原来爱注重。是，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是。煞来我要来请教老师你在日本住了总共4个4年。是。到目前为止你看到咱，尤其你作为一个文化的中介者，你也知影台湾出身，大家也知影你台湾出身，你佫画着日本的加彩，你感觉你这个位置我也了解，真侪日本的好朋友，对着台湾，拢是因为透过老师你的小解，才来理解到台湾甲台湾友好。你认为你这个位置你家己的体会是啥物是安怎日本人甲台湾人要安怎友好，拢透过你的。其实一开始坦白讲，
李总统咧做总统的第一年，伊就甲我召见，伊就甲我讲，确定要安怎互日本人了解咱台湾啊？伊甲我问这个问题，第句话，我就讲，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日本人拢甲当做神哦，这坂东玉三郎，伊是做迄个卡布奇的，所以我认为，首先啦，请伊来咱台湾看看吼，会引起日本一般的人或者政治界会重视咱台湾啊。所以我一开始甲李总统安尼建议，伊想是咱台湾，所以就安尼一开始安尼起来。老师你真抓重点呢，就知影讲，这个坂东玉山在日本的艺术界、政治界、文化界各方面，拢是一个头人。是，因为伊所做伊去的国家就是重要的，所以伊去到对迄个媒体 NHK 一定得到对，伊若保持这个国家，日本人就会真重视。会当讲变虾米日本虾米在心内，更较重要。迄当时，因为迄当时我初初去，咱台湾这2年媒体拢看无，嫌电视咧报气象台湾就伊就无，所以日本人无法度了解台湾。迄阵是安尼。那么这几年的变化，你也看在眼内。你感觉这安怎变化？当然，老师你内面落了真大的这个困难的哦。你唔通顾欠，你甲咱讲一下，除了坂东玉山以外。比如讲有较重啊，我曾经对咱台湾嘛真重的，迄个较早经手上的这新市人，这大家就知。虽然伊捌台人，我第一个捌的台人就是我，所以现在甲我问台湾的问题。所以我捌你，我就知影伊的重要性，我嘛带伊来台湾，真正看台湾，伊较会知影台湾的重要。迄嘛是已经1996年啊，真久啊，所以当时看伊就知影台湾的重要，佮台湾的政治家大家拢遮优秀，所以就安尼就开始重视台湾，是。那么当然，因为这几年国际情势啊开始有一个变化所以日本人更加有当了解到台湾但是另外一方面咱要安怎来理解到日本？在日本生活40几年因为台湾人对着日本的理解初开始嘛是真好佚佗真有礼貌，真有安怎但是你有啥物提醒咱要来甲日本人接触的时阵，爱先注重啥物？还是讲咱爱甲日本人合适着啥物物件会当互彼此的关系更较好？日本人较注重就是迄个讲安怎就爱做安怎，讲到做到。安怎讲就安怎做，袂当变。比如讲因最基本的生活啦，迄种学生囡仔落大细伊行一步就爱出道，照常上课，爱有这种的精神，爱决志所以因这每一项物件都是安尼。除了这以外呢，比如讲咱若去日本，还是讲咱甲日本人要来交往的时阵。佫爱注重咱家己爱表现个啥物态度，互伊佫较来理解咱台湾。伊目前即马日本人同爱就是咱台湾，所以即马拢敢若家己人共款啦，所以也无一定讲一定爱注意啥物，拢免拢照咱台湾即马的生活对待日本人，即马是安尼，即马甲日本人的即个情形已经是安尼，敢若家己人不管各方面的。所有的咧做代志也好斗阵啉一杯也好，拢敢若家己人安尼。这个进展是日本人敢若独对台湾吗？还是
这个顶点啊，日本人对世界，我参与接触对台湾特别，敢若当做家己人安尼。这安尼这真无简单哦。嘿，今仔日是安尼，敢若家己人就对啦。是，这我看老师你在内面呢，落了真大的困难咯。无啦，你过减去，上尾吼一个问题。咱所知影讲，你这画图吼，其实一工画落来足忝吼。你家己回想你对少年时代伫涂骹开始画开始，吼，这有超过50年、60年啊吧？有哦，60年吼。你要画遐当时？比如我日本这40年来，可能你无爱相信。我嫌过年除夕嘛是为清晨画到黄昏，啥物有这过年我唔知，所以我逐工是安尼。所以要画到当时，我就是一直创作落去。我敢若知影，问仔知爱做啥物代志，安尼一工一工一定继续落去。啥物是享受？你讲的享受是人生的享受，还是你定义内面的享受？享受名利还是啥物？名利我拢无咧甲注重的，无。我干今仔日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当完成就是安尼就感觉安尼就有生命有影艺术家咧，无咧。我咧想咧讲吼，就是讲名利对你来讲应该是拢有啊啦，吼。但是你逐工落安尼创作，我想到就读甲听咧。毋是因为我今仔日要画啥物吼，比如我作者画图，拢为昨做梦着我今仔日一定要完成的。无做会碍腰啦。敢若无做，迄天敢若生命就敢若就无存在迄种感觉所以你这对这个画图的热爱吼，是对这个画图本身有热爱，还是讲无？你对生活当中每一项代志，你都是安尼，爱个掌握，爱个做到，是倒一种？我就定讲，拄了啥物代志，就爱做啥物代志。不管我的工作是画图，或者有当时会拄了外交的问题较参画图无关的，拄了啥物代志，就甲做啥物代志。干那遮尔单纯，就是安尼，剩的拢无咧想。观众朋友，你甲看姚大师讲起来拢真简单，讲话也真感性啦但是呢，这内面有一种态度，你做啥物爱亲像啥物，爱做较到，而且做较进步，做甲安尼真认真。我甲你讲，这唔那是这个日本精神，这个纯然台湾人必须来发挥的这种精神。虽然咱看到是一个艺术家，嘛是一个生活家，你家己真享受这个过程。这是咱今仔日来甲咱姚旭鼎大师来甲伊理解伊的艺术作品，甲伊的生活，甲伊这个人。咱今仔日台湾新眼界来介绍姚旭鼎。